大家好，我係莊思敏 Jacqueline。只係需要1/3嘅成本，但係有3倍嘅生活質量。表面追求性價比，實際係高成本、高生存嘅降維特惠。香港買得起樓，但係買唔到寧靜。可以逃離香港嘅快節奏，切換到安慢生活，呢啲先係人生啊嘛！Hello， 思敏，好開心可以見到你啊！最近成日都見到你往返中山喎。冇錯啦，因為香港嘅節奏實在太高壓啦，好難去放鬆自己啊。咁我自己又比較中意啲安慢啲嘅生活啦，好似我之前都住過喺上海同埋杭州咁啦。咁我就中意佢哋咧繁華之中咧有種安靜嘅特質啊。咁偶爾中我就發現咧中山都有呢樣嘢喎。加上咧而家其實港車北上啦，揸車上嚟都好方便，1個鐘頭左右咧就可以翻到嚟啦。中山唔單止幸福指數好高啦，生活嘅成本咧仲係好低㗎，大概就香港嘅1/3左右啦。唔單止係生活嘅成本啦，而且仲有一份咧難得嘅心靜，呢個亦都好吸引我嘅地方嚟㗎。係啊，喺香港咧有錢都唔一定可以買到好樓盤㗎，有啲時候咧揀啱地方先至係正確嘅選擇，就好似你揀咗奇關悅來咁樣。其實我覺得頂級嘅奢侈係生活嘅安寧。第一次嚟到奇關悅來嘅時候咧，就有種住安慢嘅鬆弛感，咁成個人咧都覺得好放鬆。的確係咁啊，奇關咧係將自然嘅理念融入到設計當中，將建築禮讓山林，空間咧講究極致嘅留白，色調低調沉靜，好似成座建築啊隱藏喺山林之間咁。冇錯啊，社區咧做到低密度喎，好似有私家園林啦，而建築嘅外觀咧亦好古雅嘅古風，但室內咧又裝潢得好現代嘅洋氣啊，中西美學融合得非常之自然。不過佢嘅私宴咧更加一流啊，對標香港嘅米芝蓮規格，獨立宴會廳，升級菜式，包括演藝同定制嘅伴手禮，每一個細節都觸動到我，嗰刻我就知道呢一個就係我理想中嘅居所。係啊，畢竟生活係自己㗎嘛，自己嘅感受先係最重要嘅。冇錯，開心係最緊要嘅。好，今日我帶你去標下我嘅鬆弛人生，嚟得？好啊。你覺唔覺得入到嚟咧，成個人即刻靜晒，好似出邊嘅人聲同車聲咧，即刻停止咗、隔絕咗一樣。呢度又平靜又治癒。係啊，奇關嘅 icon 咧就係將公園搬入到屋企入邊，所以咧呢度係有48000方嘅實景園林，仲要係移植咗100年嘅原磚黃花梨，追求嘅咧就係呢一種大隱隱於市嘅感覺，真係好安心啊！我睇過咁多樓盤咧，大部分都係用呢個下沉式嘅園林設計，但係呢一個發展商咧，佢非常之細緻，佢用咗一個平鋪式嘅園林，咁樣望落去咧，空間感更加之大。望住咁靚嘅景，個人係咪即刻好安靜咧？係啊，而且呢度仲有觀星公園啦、寵物樂園等6大主題樂園喎，啱晒每一個業主嘅需求。對比其他樓盤咧，呢度嘅社區配套真係好豐富㗎，我覺得帶俾業主嘅生活氛圍係完全唔一樣嘅。不如我哋上去實地感受一下咯。好啊！呢度咧就係1梯1房8四方，呢度嘅8四方咧就好似香港啲2000幾尺嘅豪宅一樣，喺香港咧就可望不可及，喺呢度就觸手可及。哇，實用率真係超高，仲有一個300幾尺嘅私人空中花園。喺香港啊，諗都唔好諗啊，淨係個天台單位已經好貴啦。但係喺中山有私人花園喎。我最中意佢主卧嘅衣帽間，呢度仲有獨立嘅書房，空間好闊落。係啊，專屬於自己嘅空間。咁其實另外我亦都想問下啦，對於想嚟中山定居嘅朋友，先問你有啲咩建議呢？咁作為香港人啦，我覺得咧，我揀呢個奇關嘅理由好簡單，就係門口就有呢個巴士站，可以出門直達香港，仲有呢個奇關嘅1928商業街喺奇關車站原址打造，將城市嘅記憶重新融入去現代生活，我覺得真係好有心思。而且小區有成4、5成嘅業主都係香港人，唔使改變自己原有嘅習慣，又可以揾到咧適合自己嘅空間。揀屋咧就係揀一種生活方式，慢落嚟，享受生活，對自己好啲。